这是天道金蚕，蚕丝制作而成的衣物，可以大幅度提升韧性，抵御各种冲击。就算内伤再严重，外表看上去也是完好无损的。不行，换一个。用大氢体束原理制作而成的减重肥皂，洗澡的时候使用，可以直接将身上多余的脂肪冲洗下来，保持健康体脂率。陈丹轩第6798次挑战仙境天体，这是肥皂水。